啊，恁南投人敢真正拢无你敢拢食菜，无啦，食菜人我是比例真悬哦。应该是讲差不多，甲外口差不多，啊，毋过阮有迄落一个传统，一个传统，我讲做酒迄种，对，12年一届， 12年一届12年，我跟你讲12个月就一届啊。 12年当啊，12年一届，一届啊，伊是做酒，玻璃人拢爱食菜，规部你拢食菜嘛？连迄麦当劳拢无卖迄麦克松牛堡拢无，拢无，加薯条啊，加薯条薯饼安尼，可啊，能规工安尼。差不多一礼拜啊，一礼拜5天。哇！啊，若讲你行路路人拢卖肉卖鱼的，迄搭要安怎？迄就无关起多等5天以后，5天以后就摆到正保遐，哎，你迄阵就放暑假哎呀，炸鸡的。啊，咱来问了头家来来。 OK，洪村啊，所以啊，你讲做酒11档一届嘛，对无？嘿卖错的卖菜嘛，拢无袂错的，拢无 7-Eleven 啊、麦当劳拢无，拢关起，拢开有开啊拢无吧，有薯条呢，无肉啦。哎，算讲是大家约好的吗？我自细汉就安尼，到即摆拢是安尼，拢是安尼，嘿，10年一届，啊，还有过3年，还有一个细做酒，嘛是爱食菜。大酒甲细酒啦，大酒甲细酒啦。对对对对。